各位親愛的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就係 Andrew 啦，咁就都好開心啦，今日可以有機會啦，透過 YDC 咧同大家一齊去分享翻我嘅一啲嘅生活歷程啦。我嘅所謂嘅成功啦，其實就都唔算係什麼嘅啫，其實只不過可能係你哋可以揾翻我一啲嘅行咗好長時間嘅冤枉路啊，咁你試下嘗試咧，唔好學我咁跟住咧，然後你揾翻你自己優勢咧，然後就做翻你哋而家呢個時代啱嘅嘢就好成功噶啦。咁我自己咧之前咧就係做咗大約係10年嘅打工啦，又去大公司啊、小公司啊咁啦。跟住後尾咧就喺2010年開始咧，我就開始去嘗試跳出去，去自己去嘗試去挑戰一下自己，咁就去做咗個創業，咁樣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年齡啦嚇咁樣。跟住咧，我嗰個嘅情況咧就係2010年咧，我就開始創辦咗我第一間嘅公司啦。咁就係如果有限公司嚟講就係呢一間啦。之前我做咗一間無限公司嘅嚇。2010年咧就做咗間做一個培訓啦、教育嘅公司啦。跟住2015年咧，我做咗間做系統開發同埋大數據嘅公司啦。因為呢個係我嘅強項。2018年咧，我做咗一啲嘅慈善嘅工作，即係呢個係一個慈善機構嚟嘅，係攞咗Chapter 88㗎啦。因為其實我由創業嘅開端，其實我由2008年開始咧，就開始做義工，係啦，做義工係啦。由做義工開始，我發覺我要去改變，我要去幫人，咁所以我2010年咧就開始就唔去打工啦，就去創業，去所謂嘅幫人 ，OK， 所以去培訓人啦咁樣。咁其實最終我去到18年咧，就成立翻我自己一間嘅慈善機。我下面開咗間咧就係做運動嘅公司啦，咁係一個運動總會啦。咁我自己亦都係比較中意做運動，我讀書比較差，係啦。跟住咧，我最尾啱啱喺2023年咧就開咗個新嘅品牌咧，就係做一啲工程嘅，做一啲鋪草皮，幫政府鋪草皮咁樣嘅，係啦。所以由教育啦，跟住由大數據啦，跟住由慈善啦，跟住做運動啦，跟住然後就去到做工程鋪草皮咁樣嘅，係啦。我而家暫時嘅板塊咧就大約有5個板塊啦。其實咧啱啱呢度遮咗添。其實2026年咧我都會準備再開多個新嘅板塊㗎啦。OK，好，呢度咧其實頭先我所講啦，就係我哋會做一啲教育類啦，同埋培訓類啦。咁我就會揀咗一啲，譬如係話其實佢點樣周街都係做教育㗎啦。咁你又唔做補習社係咪啊？咁我哋會教一啲特殊學生嘅，係啦。我教一啲係可能女童院嘅人士啦，犯過事嘅人啦，或者可能係佢哋有智障㗎啦，或者可能係一啲對於可能係佢自己一個特殊學習需要係有問題嘅，咁可能我哋就會做一啲專業少少嘅培訓，令到佢哋喺社會上咧係人哋多啲佢嘅關注啦，甚至佢哋可以受到業啦。咁其實喺我嘅生涯裏邊咧，就係佢哋係叻過我哋正常人嘅。所以你見到好多嘅成功嘅創業家啦，甚至可能而家首富嗰啲咧，其實佢可能年少嘅時候咧都係學習障礙嘅。OK，所以其實我哋發覺反而調翻轉咧，其實係佢哋一啲所謂嘅非主流，只不過係人數少嘅而家係啦。只不過我哋覺得自己人數多就係正常咁解嘅啫。大家都可以深究下呢啲問題啦。另外第二間我做大數據啦，其實我自己係 IT 出身嘅。我哋咧就做大數據，大數據咧我哋而家就 serve 緊一間全球最 number one 嗰間嘅公司啦。就係幫佢哋收集緊一啲市場數據嘅，係啦。都做咗成6、7、8年我都唔好記得啦嚇。keep 住嘅然後第三間咧就係慈善工作，慈善工作只不過咧就真係去服務社區嘅啫。呢個係我自己覺得頭先我經歷過去幫一啲特殊人士之後，我覺得其實我哋調翻轉所謂嘅正常，其實應該要向翻佢哋學習。OK，運動就係我自己另外一個專項啦。我自己中意比較喐動啦，可能我自己都有多動性都唔出奇。呢間後尾我哋都將佢成立埋慈善機構嘅，係啦。喺上年我哋都攞咗個慈善牌。最後啦，第5啦，我哋就做一啲工程類啦，包括就係一啲銷售啦、賣草皮啦，一啲假嘢。我哋草皮係假嘢嚟嘅，係即係啲膠嚟嘅啫。我賣假嘢比賣真嘢叻啲，係啦。所以我哋做假草，幫政府啊、康文署啊、漁護署啊嗰啲高爾夫球會啊，就去幫我哋去增添一啲草皮嘅嘢，係啦。好，調翻轉你都要去諗你呢個嘅東西，因為有係被動嘅創業，有一啲係真係可能係一啲所謂嘅見到人創業，所以你走去創業，或者你根本冇目的嘅創業，因為我唔知做乜，所以我創業，或者可能真係有機遇喺面前。你見到有個社會嘅不足，你有你嘅資源喺度填補翻嗰個位置，你有你嘅獨特性，我覺得係絕對適合去增加，即係喺呢個時間裏邊去做翻呢一樣嘢啦。但係你要明白翻就話，你有冇一個
佢有個機制可以褪後 ，OK， 我就冇噶啦，我就一創業嗰陣時就冇得翻轉頭噶啦。咁啊，大家都知啦，咁啊創業容易守業難啦，創業真係好容易嘅啫，幾千蚊已經做到一件事噶啦 ，OK， 大家都明白噶啦，但係守業係好鬼難嘅事嚟嘅，係啦。咁一陣間都會再講翻啦，就係其實大家如果可以睇翻一啲嘅報道啦，我可能呢度冇放落去。其實如果大家睇翻咧，2025年咧，其實公司註冊處咧亦都講咗，佢話我哋嗰個有限公司嘅成立咧係創咗新高嘅。咁啊上年咧2025年咧係有19萬間有限公司成立嘅。OK， 咁啊但係大家知唔知執笠有幾間啊？有冇睇過啊？即係香港啊，上年啊，2025年啊，有限公司執笠嘅數字，佢公佈㗎。佢會公佈嘅，係啦。上年2025年一整年啦，2024年咧就有14萬間公司係成立嘅。你發覺，咦？突然間2025年係19萬，以前係8萬9萬到啦，一年一年咁上啦。上年係新高就係19萬。咁啊，上年執笠嘅數字咧就係10萬到10萬係啦。咁啊，大約佢哋嘅簡稱啦，就係執10間就開翻19間啦，咁嘅意思啦嚇。以前曾經試過咧，大約係前嗰幾年咧就係大約係執5間開6間嘅，係啦。但係最特別一樣嘢咧就係話，我哋咧如果你睇台灣啊，另外一個數字好得意嘅，台灣咧其實咧就係話佢哋有做一個統計，喺2020年嗰時做咗個統計，就係話咧佢哋係有第一年開業，然後跟住去執笠嘅公司係佔咗有90%。即係話個生存率咧1年都唔夠就拜拜咗，咁啊去到繼續追蹤啦，咁啊呢紮公司咧喺5年內執笠嘅話咧佔咗99%，即係話嗰年開嘅公司嘅話得1% 係仲係存活緊喺5年之後 ，OK， 咁所以其實咧頭先對應翻一句就話創業容易守業難嗰句嘢咧，就係其實大家要理解翻你要計啱你盤數，同埋你計啱你嘅情況，究竟你可唔可以做到守幾耐咧？OK， 我嘅標準答案就7年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坊間有啲嘅就叫你試5年啦，咁樣。咁你嘅彈藥夠唔夠咧？咁樣。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，因為可能你有好巧，你有好正嘅嘢，但係你捱唔過5年嘅話咧，就最終可能係賣咗俾人，或者可能夾硬要執咗佢咁樣。咁但係你條橋唔係 work 嘅喎，好嘛？好多成功嘅案例都係條靚橋，但係時間唔啱，但係可能有啲人際關係嘅問題咧，導致就失敗咗。跟住竟然間你喺10年後見到人翻炒你條橋都有嘅 ，OK， 但係佢好成功 ，OK， 咁所以你要睇翻你自己嘅情況。咁啊，我自己嘅創業契機其實來自咩咧？就係話其實我好多年前咧，應該如果冇記錯係大約係2003年度啦，我就睇到有個 Yahoo 拍賣啦。你哋有冇呢個印象？有個叫 Yahoo 啊 ，Yahoo 咁啊，個告白係咁嘅，字字色色。咁啊嗰陣時有個拍賣網啦，咁我哋就開始就去做咗個有無限公司，跟住走去買啲玩具啊，擺上網去賣啦。嗰陣時都做得幾唔錯嘅，有啲台灣嘅客咧都會透過網上平台咧同我落單咁樣嘅，係啦。咁啊都係呢個係我第一次創業嘅地方啦。但係另外一個創業嘅情況咧，就係因為我去到2006年嘅時候咧，我打工打咗6年，係啦。咁我當時人工係16,000蚊。咁啊，唔知多定少啦，做 IT 嚟講係啦。咁啊但係我竟然間見到一樣嘢咧，就係話我喺2006年幫一間 IT 嘅 software house 做緊嘢，我收緊16,000蚊人工一個月。咁佢將我賣咗1日落去俾一間銀行去幫佢手做嘢。咁啊，大家估下佢賣咗我幾多錢？即係收個客幾多錢？估下，即係將我係Andrew 話一個 man day 咪幾多錢咯？一日你俾翻幾多錢我哋啦咁樣？你估下佢賣我幾多錢？冇獎嘅，齋估嘅啫。8,000係咪啊？我都想係啦，但係當時咧，其實佢就賣咗我就係4,500啫。但係我都覺得呢個數係離譜㗎啦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哇！我收16,000，你收人4,500一日，我都係做8個鐘啊嘛，都係咁嘅啫嘛。但係佢賣咗我4,500，但係其實我今天嚟講覺得平嘅，我今天嚟講覺得我平嘅係啦，因為我自己係咯，而家都可以做到呢一個能力喺1小時裏邊嚇。咁所以再高過呢個數都得嚇。咁但係其實對於我當時嚟講，我覺得咦哇，一日賣咗我4,500蚊，咁你咪好數咩意思啊？就我計翻條數啦，咁啊即係。我哋一個月16,000蚊啦，跟住然後咧，我哋除翻嗰個21.5日，其實咧佢將我 mark up 咗6倍啊！佢將我 mark up 咗6倍，即係話我翻1日
其實就等於即係我翻6日等於佢賺咗1日嘅錢咁樣咯嚇。咁所以我覺得時間上我冇辦法可以賺翻嗰5日翻嚟咧，所以後尾我就要去創業啦。因為我發覺，咦，我喺度打工，雖然我喺度學緊嘢啦，但係其實佢賺緊我啲時間咁樣。有冇人可以分享下？靚仔都係一個強項嚟嘅。係，請講。要唔要咪啊？好，你叫咩名？好，咁我叫 Ken 啦，咁我同 Andre 係一齊嘅呢個 team 嚟嘅，我哋係啦。咁我自己強項咧，我就係可以喺好快嘅時間入邊去學到新嘅技能，同埋我對於一個 set 咗個目標，我會好快去執行佢，即係我唔會拖，係啦。所以或者我再分享下啦，我而家 Year One 係啦，咁我翻到去中學嗰陣時咧，我就開始寫 program，中4嗰陣時，咁2年咧，因為我知自己成績唔好。咁2年我就寫 program 參加比賽，咁我就透過比賽咧就入到大學，同埋係唔使靠成績嘅。咁嗰陣時我 set 咗呢個目標咧，咁我就即刻執行就做到咯。最後係。你最識啊？因為我覺得佢都講咗一個重點咧，就係話有啲嘅創業家啦，或者可能係其實一啲嘅甚至可能研究嘅人咧，其實佢哋好中意研究，但係唔會執行。咁啊，最終可能就係臨最尾嗰下都冇執行到。咁但係可能得2個結果咧，就係見到人哋去執行咗佢嘅嘢。咁或者可能係咧，就係話最終都冇實現過呢件事出嚟，得佢自己知有條好靚嘅橋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我覺得 take action 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東西。如果你係作為一個創業者嘅話，有時真係可能係冇咗個理智，或者可能係真係麻木地去行啦。因為其實後邊都有講一樣嘢咧，就係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。但係一陣都會教翻你咧，就係點樣令到你做到嘢之後咧，人哋對你改觀，好嘛 ？OK，咁所以其實咧，點解要揀你嘅強項去做咧？就係因為唔熟嘅話，你千祈唔好去做，係啦。因為咧，其實你掌握唔到成件事啊。OK，咁啊，所以其實咧，同埋後邊亦都講啦，就係話有機會咧，你會俾人呃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我都試過嘅，係啦，咁樣。咁啊，無論你有幾多錢，你都有機會俾人呃嘅，哪怕你得1蚊都好，有人都會候住你嗰1蚊嘅。所以其實唔好覺得你係多錢先俾人呃，其實少錢都會有人去呃你嘅。咁所以其實你要強嗰樣嘢先，否則嘅話咧，你唔熟嗰樣嘢嘅話咧，你去做嘅話咧，最終嘅結果可能都係即係嗌交收場啊咁樣啦。咁另外就係興趣，點解要用興趣咧？因為其實嗰樣嘢可能未必你嘅強項，但係你中意。你中意嘅話咧，你知創業辛苦㗎啦。創業辛苦嘅話就係話，好彩我中意，否則嘅話咧我都捱唔住。OK，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創業嘅話，我就需要呢2樣嘢，最少起碼有1樣，咁我先會頂得住，因為我要頂7年，我最少。OK，好啦，咁啊2大方向策略係啲乜嘢咧？其實我自己咧我自己做右邊嗰個啊，我自己右邊嗰種。有啲朋友咧成日都同我講咧，佢哋用左邊嗰招嘅，你哋都可以試下嘅。左邊嗰一招咧就係話佢唔需要多㗎，佢淨係一招搞掂啦，一招搞掂你㗎啦，咁就淨係專注喺嗰一招。咁呢一樣嘢咧就其實就係向下發展，即係一個深度發展，即係話我要將嗰樣嘢變做專家。成日乜乜王啊乜乜王啊嗰啲咁啊上電視可能喺電視一聽到，咦可能舉例賣鋪咁我就揾邊個諸如此類啦。咁你可以用呢個發展咧，咁就我要做到啲咩效果咧？就話呢一個行咯，我一諗起呢一行嘅話就係諗起你應該係咁樣做。所以我後尾亦都有個草皮，亦都轉咗做呢一個策略，就係做一個專業嘅草皮嘅我叫自己做草教授啦咁樣嘅。咁啊下邊咧就係有咩好處咧，同埋壞處咧就係比較專啊。比較專業啊，你係咪比較專注喺嗰樣嘢？另外一樣嘢即係冇人匹敵啦，咁即係你係 number one 啦。但係壞處有咩唔好處咧？就係如果嗰樣嘢唔掂嘅話咧，你冇其他後備方案啦。我自己用咗呢個策略嘅，我自己就分散投資啦，一範搞完掂啦，跟住再搞第2範，再搞第2範，引申去搞第2範。咁啊，我就將好多嘢都分散晒。但係我呢個嘅發展係咩咧？就係橫向發展。咁但係佢有咩好處咧？就係防守性強啦，就如可能係疫情嗰陣時啦，我有好多個行業咧都係拜拜咗嘅 ，OK 唔得嘅，零收入嘅。但係有啲行業都仲做到嘅。咁啊壞處係咩咧？就係你嘅朋友或者你嘅對象咧，會覺得你好亂啊！我係爭裝冷氣嘅咋，其他我乜都識做咁滯。但係佢覺得你唔專業咯。有咩可能有個人可以乜都識做嘅啫？好咁啊，跟住咧，我自己用第一個啦，就係興趣啦；第2樣咧就用翻我強項啦 IT 啦；第3樣嘢咧就係我個初衷。因為我頭先講過就話，因為我見到有需要幫助人，我就開咗間公司啦。咁第4樣嘢咧，其實我就開始去分拆。因為咩意思咧？就其實我第一間公司咧，其實係做教育嘅，但我又要做一啲靜態嘅教育，又要識住做動態嘅教育。跟住有啲人覺得我哋太混亂啦，咁我就將運動嗰一 part 咧抽咗出嚟，
就開咗第4間公司咁解啫。OK， 就變咗專業化啦。咁啊運動就永遠呢間搞啦。咁啊最尾咧就我做咗個工程。咁點解咧？因為我做運動嘅時候咧就打波嘅，我做球類運動嘅。點知問下人咧就話：咦，塊地關唔關你事啊？跟住我就後尾掌握咗去做埋塊地嘅一啲資訊，因為我都已經碰過好多次釘啦。咁我就後尾見緊好多客，咦乜你識搞個地嘅咩？係啊，我都識啊，因為我知道邊啲靚邊啲唔靚，如此類推。跟住後尾我不如你搞埋啦。咁佢就令到我係個客戶，令到我開埋第5間咁嘅意思。咁即係佢得到佢認為信任你啊嘛，咁所以佢咪俾生意你咯，直接同你傾咯，係咪？咁我就好容易就開到第5間。咁啊，而家我都傾緊第6間嘅，係啦，咁啊，再努力啦嚇，咁啊6個困難時期係乜嘢咧？就係話其實我哋咧創業啦，去到某一個階段咧，其實你第一樣嘢叫守業。咁我自己第一間公司咧就守咗7年。守咗7年，點解會守咗7年咧？係咩意思咧？就係我有個朋友咧，佢喺某間 NGO 咧就係好高層嘅，即係控制晒成個九龍區，成個所有嘅 centre 都係佢管㗎啦。咁啊日日都食飯啊，成日都食㗎，佢都知我做 education 㗎啦。咁但係咧一路都唔俾生意我做嘅。OK， 去到7年之後，佢突然間諗起啊 Andrew 你做教育嘅喎，跟住我話係啊咁啊，有壇嘢揾你咁講，咁我心諗。黐線嘅咩？我湊幾年都係做教育㗎啦，第7年先做咩咁啊？佢係因為未達到佢嘅信任啊，因為佢未過到佢嗰條線啊，佢覺得你喺度玩玩下，你哋未夠專業，所以我最終7年後咧先做到佢嘅生意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嘅錢捱埋到7年咧，我唔知係咁，所以其實你都要計。有啲李根興所講，佢就5年時間俾自己啦，咁你都可以試下係咪5年啦。我就最終都係7年，咁我就7年後我開始做政府項目啦，咁收翻啲7位數字嘅項目嘅一啲 project 啦，咁慢慢就將佢更加之好，咁要小心呢個時期，令到你就係無端端好勁，跟住突然間又拜拜咗 ，OK。咁第3個時期咧就係天意弄人時期嘅，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就係話疫情啦。疫情我喺3年內咧零收入嘅，但係我不斷喺度擴展緊，不斷喺度請緊同事，叫佢哋教啲新嘅，叫佢拍片啦，跟住買啲新器材翻嚟啦，咁樣繼續令到佢有收入嘅。咁但係我好奇怪，因為我係逆向思維嘅人嚟嘅，我係反轉傳統嘅人嚟嘅，所以而家今天個經濟差咧，我反而係進攻嘅 ，OK？ 因為我唔識打順境波嘅，越順境嘅話，我係唔識做生意嘅，我反而係識打逆境波。咁呢個就係你要對自己幾了解咯。好唔好啊 ？OK， 有一個咧就係順逆期啦，就頭先啱啱所講啦，就係你有順境同埋逆境嘅時期。譬如我有啲行業咧係某啲月份係冇生意嘅，例如我做教育嘅話咧，考試係冇生意嘅。OK， 春天落雨係冇生意嘅。如果我做 outdoor 嘅話，OK， 咁所以你要留意翻嗰啲月份，即係譬如我哋12月份冇生意嘅教育嗰間公司，5月份啊嗰啲冇生意嘅，但係6、7月就爆到砰砰聲嘅。OK， 譬如我哋日頭係冇生意嘅，1至5嘅早上冇生意嘅，1至5嘅下晝好鬼忙嘅，咁嘅意思咯。咁所以你要理解翻你哋自己嘅一樣嘢。好，第6個時期咧就係意料不到嘅時期啦，就係因為咧其實有好多你估唔到嘅情況會發生嘅。呢個我都答你唔到，例如可能自己好多人會突然間生病嘅，好多人會突然間生病，可能突然間太太離世。譬如我識一個旅遊巴司機嘅老闆做得好成功嘅，突然間有一日佢太太離世，咁佢就成個生意 drop 得好勁嘅。咁所以其實或者係可能我成日都聽到隔離鋪點樣執笠咧，原來個老闆突然間有 cancer。咁所以你要小心，你個 business 可能好勁，但係突然間有啲呢啲咁嘅你控制唔到嘅情況，咁所以都要小心。你要喺創業嘅時間咧，你都要諗定呢6個情況，好冇？喺你身邊嘅人咧，當你未成功嘅時候咧，佢哋會同你講咩咧？就會你面對現實啦，咁要揾翻份工啦。而家冇收入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你條嗰個 business 咧未達到你原底嘅諗法啦，咁我哋就會成日都係你身邊講就話你面對現實，打翻份工啦。你真係唔適合 Andrew， 你真係唔適合教育。我媽都唔信我做教育，真係搞笑咩？即係讀書都唔成日讀，做咩教育咧咁樣？但係呢個真係可以做到嘅。OK， 咁所以佢哋會喺你未成功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成日都叫你放棄。但係喺嗰啲時候咧，其實你唔需要理佢，你要知道你自己諗緊啲乜嘢就得㗎啦。OK， 當你成功嘅時候，佢講咩啊？都話你係叻仔嚟㗎啦，即係佢哋會咁嘅，一定係咁，好正常嘅。即係好啦，最緊要一樣嘢咧，就係我覺得去到咩情況底下咧，你知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？你係一個老闆嚟嘅，係啊，所有同事都睇你頭。OK， 你要清楚你自己做緊啲咩先，呢個係好肯定。就算係錯，你都要知。通常老闆都係㗎，錯都照去㗎，冇問題，因為我承受到啊嘛。係啊，我知係錯啊，去啊，冇問題啊。你話錯啫嘛，將來唔係錯喎呢件事，咁咪知咪得咯。OK， 好。第二樣嘢啦，做老闆嘅話，其實咧你最緊要就係你承受得到
個結果得㗎啦，其實冇乜嘢嘅咋。其實即係我覺得做決策，好似頭先同同學所講，做決策 take action 咯，得兩件事要做啫嘛，就係一個好嘅 planning，同埋你承受到個結果咪得咯，冇嘢需要諗㗎啦，冇其他需要 A or B，我哋係咪要做嗰個 the best solution？咁啊，其實就係你要知道自己會犧牲幾多嘢咯。總結咧就係喺我哋老闆嘅心態咧，就係冇嘢解決唔到嘅。咁啊成功嘅要訣啦，就係你要不斷去實踐成就，因為其實咧你身邊嘅人，包括今日唔識你嘅人，或者可能咧喺遠處偷望緊你嘅人咧，或者佢擁有好多權力或者好多錢嘅人咧，其實佢係留意緊你有幾多成就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你要喺呢個 moment，雖然你未識佢，或者你未遇見佢，或者甚至你想 approach 佢，但係佢未必俾你 approach 嘅話咧，你都要不斷去做一啲嘢出嚟俾佢睇，做咗一啲嘢佢見到嘅，放心啦，佢喺適當時間就會走出嚟㗎啦。咁啊，然後咧，佢會對你有個信任。咁啊，第一句係啦，年青人嘅話咧，其實就係要抵得諗，係啦，呢個好多前輩都有講過嘅。咁啊即係咩意思咧？就係乜都舉手搶住去做，唔好諗話蝕底幾多嘢。OK，呢個係必須嘅，係啦，無論佢幾耐都係要去 keep 住去做。咁啊，哪怕嗰壇嘢係明蝕錢嘅啦，都要做。OK，你又要產生多啲成就，因為佢哋要靠呢樣嘢睇下你個人嘅品格，同埋咧要睇下你做唔做到嘢，係咪講得出做得到。OK，你應該要識多啲大你 N 個10年嘅人，好啦，我呢啲就係啦。OK。咁啊問佢攞經驗，雖然佢年代同你唔同，但係咧佢講一句咧，幫你拆解咗好多問題。OK，咁啊包括我而家面對緊都有好多個問題嘅。OK，咁但係咧佢可能無端端輕描淡寫講一句，跟住你就洞悉到啦咁樣。OK，咁你真係要試下先知嘅，咁你要搞一搞你個風波。好，跟住然後咧，第三個係咩咧？就永遠要有謙卑嘅心啊！呢個咧就係你哋青年人都要有嘅，因為我知道你哋 AI 好叻過好多人，甚至可能你哋用好多方法解決到好多問題，但係咧呢一樣嘢咧唔係一朝一夕嘅，將來都有好多方法咧掩蓋咗你哋。咁所以咧，你 keep 住一個謙卑嘅心咧，無論你去到幾勁都好咧，你都會話自己好渣嘅話咧，咁就最好噶啦。咁你會得到好多嘅 value 翻嚟，因為最後一點咧就係要飲水思源。唔好意思啊，遮咗，係啦，飲水思源呢個都係非常之緊要，因為我自己係浸會大學啦，我自己今天都係幫緊浸會去做一啲唔同嘅事務，咁我覺得冇佢嘅出現，俾我入去讀個 master course，咁我都今日都未必可能有初小嘅成熟咁樣 ，OK，咁所以其實我今天都係依然都係義務咁幫緊呢間學校嘅咁樣啦。